刑偵12雖然翡翠台咧播到呢一刻咧，仍然有啲朋友咧覺得都係有啲一頭霧水嘅。監製曹志豪咧就親解刑偵12裏面5大魔鬼嘅細節位啊，原來除咗每一位嘅人格演員嘅衣着造型咧暗藏密碼之外咧，就連劇集裏面嘅光線啊、道具啊、佈景咧都係有好多嘅 message 喺裏面嘅。嗱，雖然睇完之後咧，飛天爺爺都覺得咧有啲位咧，喂，真係你心目中嗰條蟲咧先至會知嘅，咁但係都可以睇到呢一套劇咧裡面嘅精緻位。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，呢度係同中意睇 TVB 嘅朋友一齊分享嘅，唔中意 TVB 嘅話，呢一度唔啱你，唔好嘥時間啦。唱反調嘅用戶同埋留言一律刪除拉黑，留言注意事項嚴禁爆粗。第一點，每當有人格解離出現啊，現場嘅燈光咧係會變成橫向㗎。人格解離出現嘅重要場口啊，有時咧出現單獨嘅光影啦，有時咧就會係幾條光影加埋一齊嘅。好似第二集《刑海》第2個人格阿賢啊，吳業坤啦，出場嘅時候就已經用到㗎啦。咁啊，除咗想暗示咧邊一個角色係人格啦，仲能夠咧為相關場口增加一定程度嘅張力啦，同埋感染力嘅。第二點，紅色同埋綠色喺劇裏面係有特別意義嘅。其實去到第8集啊，到第9集左右咧，已經有觀眾留意到㗎啦。刑海身上嘅基調啊，color tone咧，主要咧都係綠色同埋啡色嘅。綠色係代表住刑海嘅創傷同埋悲痛嘅回憶顏色啊，例如細個時候屋企嘅房門顏色啦，讀書嘅好朋友啊，俾人虐殺嘅森林等等。至於鮮紅色就係丁樂峰嘅夢魘同埋仇恨啦。年輕時候丁樂峰嘅媽媽周麗欣飾演嘅角色咧，就俾烈火重重包圍住，當時佢身上就係着住紅色嘅連身裙。而喺丁樂峰已經出現嘅7個人格裏面呢，就只有夏我，即是姚宏遠飾演嘅角色啊，會間唔中喺憤怒嘅時候咧，就會着上鮮紅色嘅工人褲啊。而夏我嘅人格特質咧，就係負責承受丁樂峰主人格所有未能夠承受嘅肉體痛苦啊，亦都代表住咧丁樂峰嘅夢魘啦。第3點，殺手組織大廳其實係丁樂峰嘅大腦嚟㗎。有好多網民咧就話啊，呢一個設計咧令佢哋諗到就係反轉腦朋友啊。殺手組織嘅基地當中有好多咧好誇張嘅陳設嘅，包括就係可以直達大公司 server 嘅特別電腦啦、三角琴、7人大台等等。地板圖案咧係由8個圓圈圍住一個圈嘅，暗示丁樂峰隱藏人格咧總共係有8個咁多㗎。第4點，第14集嘅查案圖案啊，就已經暗示咗咧富陽山就係 Big Boss 啦。第5點，以明亮潔白嘅伊甸園代替口誅筆伐嘅網絡世界。Saturn 1115係為咗復仇而設嘅討論區啊，源自於李欣即是戴祖儀飾演嘅角色啦，對於美好世界嘅想像啦，所以白色咧就係主調，俾人一種充滿希望嘅感覺啦。Saturn 1115其實咧都暗藏咗一啲紅色嘅植物㗎，呢度都代表住咧呢個地方咧所承載住嘅仇恨啊。除咗咁多細位之外咧，刑偵12另一個特色咧就係加起嚟咧一共有12個人格嗱，仲有一個咧係未出場嘅，全部都由唔同嘅演員飾演嘅。聽完以上嘅分析啊，同埋拆解之後咧，嚟緊呢個禮拜嘅結局周，大家睇嘅時候會唔會喺個畫面上面嘗試都揾多少少嘅 message 咧？